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164天，同時也是哈梅內伊悟道成仙的第164天，也是穆吉塔巴人間蒸發、音信全無的第164天。霍爾木茲海峽這個風浪似乎平靜下去了。特朗普給人的感覺正在退讓。美國總統特朗普周日表示他說華盛頓對伊朗的態度保持低調，僅與伊斯蘭共和國半談判，他搞了個半談判，因為伊朗正陷入嚴重經濟危機。而這些言論是在與第12頻道和阿克西奧斯·巴拉克拉維德簡短電話採訪中發表的，表明特朗普準備放棄對伊朗的軍事打擊，轉而準備讓日益加劇的經濟壓力給伊朗帶來影響。這個特朗普的言論是伊朗周六提出解除對霍爾木茲海峽封鎖的嚴厲新條件之後發表的。霍爾木茲海峽在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發動戰爭之前該海峽承載了全球約1/5的商業石油運輸。特朗普在接受拉維德採訪的時候表示，我們在與德黑蘭的談判中保持低調。他說我們只是半談判，我們只是在看伊朗巨大通脹和他們一無所有的事實。他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總是能順利解決，就像一場國際象棋。果然開始下大棋了。根據拉維德說法說特朗普聲稱伊朗政權在財政上狀況非常糟糕，資金不足以支付士兵工資，且美國對伊朗相關航運的海上封鎖使伊斯蘭共和國的經濟危機更加嚴重。另一方面，特朗普指出，伊朗在戰爭初期關閉霍爾木茲港後，油價上漲至每桶100多美元，隨後已降至約75美元，減輕了戰爭對美國消費者的壓力。報告中引用美國官員稱，自上周以來，特朗普已被說服降級戰爭。一位官員表示伊朗停止戰鬥以應對國內經濟危機。正如其他地方媒體報道官員們指出，伊朗內部存在分歧，分歧的雙方由總統佩兹希奇陣營支持的避免經濟崩潰的協議，而由革命衛隊指揮官瓦西迪領導的陣營則反對對美國做出任何讓步。而這個伊朗呢，在乘勝追擊伊朗的外長阿拉克齊當地時間9日表示，他說目前伊朗與美國之間沒有進行任何談判，但斡旋方仍在努力尋找恢復談判的路徑。伊朗認為，在美國就此前違反相關承諾的行為做出彌補之前，不具備重新啟動談判的條件。阿拉克齊表示伊朗正與阿曼就調整霍爾木茲海峽航道進行磋商，目前已進入最後階段。他同時強調即使雙方就航道調整達成協議，也不意味着霍爾木茲海峽重新開放。海峽重新開放仍需要滿足一系列條件。阿拉克齊稱，目前雙方討論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關專家正在開展技術工作。這個外交部他是否認跟美國在談判。而這個新華社德黑蘭8月9日電，根據伊朗新聞電視台8日報道，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佐勒加德爾表示，如果美國不改變其行為，霍爾木茲海峽將維持關閉狀態。公開霍爾木茲海峽的前提是美國滿足永久停止對伊朗軍事行動等5個條件，是吧？解除對伊朗的制裁，解凍伊朗的資金等等5個條件滿足了，霍爾木茲海峽才能開。這個《華爾街日報》報道說特朗普原本希望以更大的成果結束對伊朗戰爭，但最近幾周他似乎已經把結束戰爭的條件大幅放寬。即使美國最終無法迫使伊朗達成新的核協議，只要伊朗全面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他也可能把這些作為一項足夠的重要成果，宣布美國取得勝利並結束戰爭。也就是說即使美國和伊朗沒有達成核協議，特朗普也要宣布勝利結束對伊朗戰爭。這是《華爾街日報》報道的這《華爾街日報》的話，這要打個問號，因為特朗普認為《華爾街日報》都是叫什麼假媒體是吧？假新聞。
但是啊，現實情況啊，對特朗普確實比較被動。伊朗顯然判斷特朗普急於尋找退出戰爭的辦法，因此不斷抬高要價。最新條件包括美國支付數十億美元，撤走地區駐軍，解除海軍封鎖，也就是那個剛才的5條啊。特朗普原本設想的體面退場更加困難。報道認為，伊朗正在利用特朗普希望盡快結束戰爭的心理，強硬談判，並表現出準備長期消耗下去的姿態。也就是特朗普啊，跟伊朗的談判呢，也表現出了這個軟肋，伊朗人就抓住這個軟肋啊，不停的進攻。特朗普譬如應付啊，這個美國的參議員呢，克里斯·菲莫，他說啊，特朗普終於把自己玩砸了，是吧？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代價與日俱增，而擺在桌面上所謂的協議，每年要向伊朗支付1000億美元才能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當然，他這個1000億美元恐怕指的就是過路費啊，要收這麼多過路費。昨天啊，這個美國的財政部長貝森特出來說話啊，說這個霍爾木茲海峽未來不重要了，70%的原油啊要通過管道運輸。所以從這些種種跡象看啊，特朗普確實是在這個淡化，就是要降低啊伊朗的這個戰爭這個熱度。但是作為6000年文明的這個伊朗，人家可是叫談判高手啊，博弈論是吧？你想降低熱度，人家就要升溫，一直要到特朗普和萬斯啊，叫精疲力盡。伊朗的革命衛隊啊再次放話，說美國退唯一的出路是接受伊朗開出的條件，否則啊，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重開，這是實力決定的。目前伊朗強硬派和伊朗和談派之間還是有矛盾，對不對？但是啊，目前特朗普的這種低調處理啊，助長了啊伊朗強硬派的勢力氣焰。伊朗將保持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直到敵人接受全部條件並承認失敗。他明確表示啊，這個伊朗革命衛隊發言人啊叫穆赫比，他說啊，這是伊朗當前不可動搖的戰略，抵抗沒有終點。言下之意，美國想靠施壓或談判讓伊朗讓步，門兒都沒有。這番表態其實是對特朗普低調度過策略的正面回應。那這到底怎麼回事呢？實際上這個也很正常啊。我們已經說過了，在中期選舉之前，特朗普恐怕不想升級，他想低調處理，拖到美國的中期選舉結束。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啊，他恐怕要這個對伊朗的所作所為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特朗普面臨幾個壓力啊，什麼壓力呢？第一個，中東王爺國啊，他們受不了，因為這個伊朗啊威脅要炸中東王爺國的這些採油設施、煉油廠，這一下就亂套了，是吧？這些王爺國啊，據說這個防空武器短缺，他們經不住炸，這第一個，人家害怕，對不對？伊朗打不到美國，但是他能打到沙特啊、阿聯酋啊、卡塔爾呀、巴林啊這些地方，科威特，禍害這些地方。對吧？大家一起沉，一起完蛋，這個朗子的決心還是有的。那這些國家都一起給美國施壓，這個特朗普還是很緊張的啊，因為這些國家啊，對吧？如果聯合起來啊，被迫啊採取某些行動，比如說吧，咱只是打個比喻啊，這些國家的一起聯手要拋出美債，那這個對美國影響也不小啊。如果他們啊，也不是給特朗普承諾了嗎？也在美國投資多少億美元嗎？這個錢到底到位多少咱不知道。但是啊，因為這個伊朗對吧，要炸這些國家，這些國家要重建對吧，要修復要等等，那這個給美國的投資恐怕一毛都沒了，等等吧。就這些行為啊，恐怕对特朗普都是非常大的一個制約，這是一個問題啊。第二個問題呢，就是特朗普啊，恐怕在這個中期選舉之前，他也不想讓美軍士兵啊有傷亡，因為接下来打光轟炸是不行的，那必須要出动地面部队，對吧？要佔領哈爾科島，要去佔領霍爾木茲海峽周邊地區，要建立緩衝區，徹底打通霍爾木茲海峽。只有啊去把這個霍爾木茲海峽周邊啊給它，尤其是北岸是吧，要給它占住。那這個恐怕到時候多少都要犧牲一部分啊，這個美軍士兵。那這個對美國人來說，這個影響太大。
對特朗普來說，他是難以承受這種，尤其是中期選舉之前啊，如果美軍死個幾百人，那這個特朗普還是很緊張的。所以说啊，在這個中期選舉之前，特朗普恐怕都是息事寧人，就是忍吶。但是啊，特朗普的忍不代表是逃跑，也就是他美軍封鎖還是一直在封锁啊。伊朗是他一點便宜都沒占到，他沒好起來，對吧？他的油一滴還是出不去，海上封鎖，未来恐怕還加上陸地封鎖。財政部對伊朗的所有的這個央行，對吧？銀行系統進行封鎖，全球搜查伊朗的這些資金，這些力度還在加大。這就是特朗普說的啊，要從經濟上施壓，要看着，那意思就是看着伊朗啊，慢慢的這個死去。特朗普現在就是面子上過不去，被人家扇了几耳光，也不敢还手，对吧？這叫冷處理，對吧？那就讓你踹兩腳，我不理你，但是勒着脖子還不撒手。所以說，你看啊，特朗普到现在為止並沒有說要解除制裁，對吧？解除封鎖、解凍資金都沒有。所以我覺得特朗普恐怕他能容忍呢，就是霍爾木茲海峽就這樣，正好拖到中期選舉以後，反正現在油價，對吧，也都降下去了，油價也沒漲起來，那就保持現狀吧。所以說他啊，顯得现在很蕭條。確實，特朗普制約他的不是伊朗的軍事能力，而是啊這個美國的選情呢，特朗普輸不起啊。這個美國副總統萬斯啊，他說啊，美伊衝突還沒有結束，目前仍處博弈中段，並表示美方將會繼續施壓。而伊朗國內的分析認為啊，儘管衝突和戰爭給伊朗國內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但伊朗不會輕易放棄霍爾木茲海峽這一反制美國的重要手段。如果美國不改變敌對政策，不在伊朗問題上做出實質性讓步，伊朗也不會以犧牲國家安全來換取短暫的經濟緩和。那特朗普會不會在伊朗沒有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完了之後跟美國也沒有達成什麼核協議，然後他就虎頭蛇尾撤軍了，把美軍一撤，伊朗的封鎖也不搞了，會不會呢？啊，這特朗普更不敢幹。如果這麼幹的話，特朗普中期選舉那更是輸得一塌糊塗。不僅民主黨笑話他，連共和黨內部，對吧，也受不了。所以我總結啊，特朗普實際上就是叫冷處理。什麼叫冷處理呢？就是他自己說的樣呢，從經濟上封鎖，然後熱戰，對吧？這個轟炸這些盡量減少，不要去這個軍事打擊，就這麼一直拖到中期選舉。所以他叫半談判嘛，他發明了一個詞叫半談判。半談判什麼意思？我理解就是你伊朗人願意談就談唄，你不願意談就算了，就這麼着，對吧？因為特朗普最關心的是油價，对吧？如果油價沒有什麼反應，他也不在乎。如果油價，對吧，到了150，那特朗普就受不了了。但是現在你看啊，油價很難到150，你看它又下去了，是吧？所以真正啊影響特朗普的是油價，油價決定了美國通脹，美國的通脹決定了美國這個中期選舉選情。所以說特朗普啊，那我個人我的分析啊，我認為特朗普恐怕就是冷處理3月。但是啊，朗子可是6000年文明啊，人家談判，人家博弈高手啊，打仗不行，但人家博弈這塊是高手啊，這你不能不承認，對不对？你想停，但人家可不想停，叫欲禁而風不止，對吧？你想消停，那他不想消停，各種又是送女人的衣服，對不对？羞辱司馬懿，目的就是讓他出來打。那司馬懿就是不出来打，你隨便羞辱。那特朗普是不是司馬懿呢？有没有那個能力，是吧？就是人，你伊朗，你衛隊，你隨便羞辱，隨便扇耳光，就是不理，能不能做得到？實際上最近啊，這10來天啊，隨着霍爾木茲海峽這個局勢穩定，伊朗國內實際上矛盾是更加突出啊，眼花繚亂，對吧？一天一個轉折。就在佩泽西強和穆奇塔巴，是吧？兩個人在瞌睡戰的時候，佩泽西強逼這個穆奇塔巴現身，結果伊朗，對吧？這個革命衛隊就搞了個穆奇塔巴的這個講經啊、上課的一個視頻拿出來糊弄，被人指出啊，這玩意是過去的，對吧？這是存貨，過去的視頻。所以這個後面又傳出啊，總統佩泽西強和哈梅内伊又會面了。你說這叫什麼事？難道是佩泽西強採用這種手段逼領袖哈梅內伊接見他？你看啊，這是央視報道，根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9日報道說，伊朗總統與伊朗最高領袖、武裝力量最高統帥穆吉塔巴·哈梅內伊舉行會談。
雙方就伊朗當前經濟和軍事的問題交換意見，重點討論保障民生基本生活需求、當前衝突局勢及未來形勢、軍事領域最新進展，以及本幣外匯和能源資源的籌措與使用管理等問題。雙方還就伊朗與國外開展經濟合作等議題進行了討論。你看看啊，第一次傳言說這個佩澤西江和穆吉塔巴兩個人是在一個小面包車裡會面，很漆黑的啊，他看不清楚穆吉塔巴的這個樣貌，也不能握手啊，只能聽到聲音，那声音他也不熟悉，所以這個佩澤西江就是很憤怒啊，辗轉周折啊，見到了領袖，居然是在這麼一個環境下，而且就扯了幾句，說幾分鐘就結束了。那你這第二次見面在哪兒見的呢？怎麼見的？又是在面包車上嗎？這個是塔斯利姆通讯社報道的啊。這個時候佩澤西江和穆吉塔巴會面，對吧？一方面啊，也是為了澄清，对吧？現在社會上國內外各種傳言，還有傳言說穆吉塔巴要死了，對不對？已經病情加重，住在這個醫院裡面，這也是傳言。哎，這個佩澤西江和穆吉塔巴會面完之後啊，就進行了新的重大人事任命。什麼人事任命呢？根據伊朗方面消息，雷扎伊已加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擔任伊朗最高領袖、武裝力量最高統帥穆吉塔巴·哈梅內伊在該委員會的代表。這個就是在佩澤西江和穆吉塔巴兩會面之後發生的。那好多人就說了啊，這個伊朗變天了，或者伊朗這個強硬派得勢，但是這個值得推敲啊，這個事情比較蹊蹺。為什麼比較蹊蹺呢？實際上啊，這個伊朗的最高安全委員會秘書是誰呢？秘書就是總統佩澤西江任命啊，只有總統的任命。在伊朗歷史上啊，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他的這個秘書啊，一般的是由同時兼任最高領袖的秘書，或者叫軍事顧問。這個在伊朗歷史上一直是這樣，唯一例外的是這一次，因為哈梅內伊被炸死了，這個穆吉塔巴剛選上來，所以這個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秘書啊，叫佐勒加德爾這個人，但是他呢不是穆吉塔巴的秘書和軍事顧問，所以現在讓那個雷扎伊來幹，實際上是把這一環給補上。根據媒體報道啊，這個現任啊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秘書佐勒加德爾，他向两個人辭職，他向總統佩澤西江提出辭職，辭掉什麼職務呢？辭掉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秘書，向最高領袖穆吉塔巴辭職，辭掉什麼呢？辭掉穆吉塔巴的這個叫什麼顧問？這個佐勒加德爾人家辭職了。這個佐勒加德爾他可不是什麼改革派，也不是什麼義和派，這個人才是真正的強硬派啊。當然呢，那雷扎伊也是強硬派，雷扎伊是穆吉塔巴的最高軍事顧問，這兩個人好像都當過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總司令，這個雷扎伊還當了10幾年總司令啊，佐勒加德爾也當過革命衛隊的這個司令啊，或者高官。實際上這個佐勒加德爾他一直代表的就是穆吉塔巴的声音，是個非常強硬的强硬派。那為什麼把他換了呢？換了一個雷扎伊，雷扎伊也是強硬派，所以這裡面就比較蹊蹺啊。為什麼佐勒加德爾他要辭職呢？所以我懷疑啊，這個穆吉塔巴和這個佩澤西江會面以後啊，產生了變化。也就是如果任由強硬派這麼搞下去，這個後面沒法弄，那這穆吉塔巴恐怕又再一次啊，又同意了這個佩澤西江的這個要求。如果繼續讓這個佐勒加德爾代表穆吉塔巴在這個最高安全委員會裡面再繼續這麼強硬下去啊，那後面的工作沒法做。这不刚才說了嗎？穆吉塔巴和這個佩澤西江聊的就是民生啊、外匯呀，對吧？這些東西，國外的合作，那你這玩意兒靠革命衛隊行嗎？肯定是不行的。你靠強硬派行嗎？肯定是不行的。伊朗人要吃飯呢，對吧？你這麼搞下去，時間長了，國內要亂。所以說啊，把這個佐勒加德爾換掉，換成雷扎伊。雷扎伊這個人呢，在表面上很強硬，但是他受這個穆吉塔巴影響，或者穆吉塔巴指使，对吧？你嘴上強硬，但是你手上不能硬啊。真強硬，你就是挨揍啊。咱們就是嘴上強硬，但是實際上身段很柔軟，對吧？應該是玩這一套，而不是真的強硬。那個佐勒加德爾恐怕是真強硬，腦子一根筋。為什麼這麼說啊？因為你看啊，伊朗總統佩澤西江在德黑蘭
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他說針對美國的違約情況，應該成立一個專門團隊來處理違約問題，而不是訴諸武力，也就是不是一味的跟着美國對着幹。美國是違約了啊，就是這個佩斯西講說的，美國是違約了，但是他違約了，我們要跟他談呢，我們要爭取更好的利益啊，而不是要跟他對着幹啊。他說，與其乾坐着空想，不如仔細觀察細節，考慮如何解決問題。佩斯西強調啊，伊朗當前與阿曼關於霍爾木茲海峽通航管理談判，就是要找到解決方案，擺脫目前這種非戰非和的局面。這個佩斯西強說啊，他說我不怕戰鬥，殉道是我們最美好的願望，我們會堅定立場，直到生命結束。我們會戰鬥到底，也會承受隨之而來的種種艱辛。無論革命領袖做出什麼決定，我們都會堅持到底。那這個當然了啊，這是嘴上說了一套啊。但是佩斯西強強調啊，他就說了，有些人呢認為美國和歐洲會出現通貨膨脹，但我們這個正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卻不會。我實在無法理解這種想法。確實啊，有的人腦子就是有毛病啊。確實，這個人的腦子結構是不一樣的啊。就比如說社保，我都說了100遍了，對吧？這個也不難理解，你稍微有點邏輯的，你都知道。你又不想出國，你就在國內，對吧？那你要在国內的話，你这交社保是必選項。只要你手上有錢啊，你說我下頓飯吃什麼都沒有，那你就对吧？還是想辦法吃下頓飯去吧，對吧？你手上有錢，那第一個就要交社保。但是好多人他理解不了，對吧？還在那個油管上跟我批评，這種傻逼，我操，你他媽不死去呢，在我這兒幹啥呢，對不對？而特別有意思啊，你這個節目在國內很少有反對的，大家都認為必須要交，就在油管上面，因為油管上成分比較複雜啊，有些人是在國外的人，他按照那個心思啊，他跟你不一樣，對吧？他覺得啊，如果大家都不交的話，那這個社保就一崩潰啊，社會就亂了，然後就。對吧？就達到一些什麼目的，對吧？這他的想法不一樣啊，他不是從什麼個人利益、養老這個角度考慮，他不是的，所以他忽悠不要交啊，就扯得比較多啊。所以你身在國內，你也不想出国的人，那你就得老老實實交，為什麼呢？還有人說，哎呀，我就把存着銀行，那是說了10000遍了，等到社保發不出來的時候，你的存款還有保障嗎？不是，這個道理很難想嗎？你拿腳趾頭你能想出來？不行，你回家問問你爺爺，對不对？老年人知道。反正你問他社保，他不懂啊。你問問他，如果出現什麼戰亂了啊，這個天下大亂，或者是50、60年代，你讓你幹啥你就幹啥。當然了，很多人他不是不懂，他是懂的，他是故意啊搅混人，認為這樣是不是就對吧？大家都不交就怎麼樣，達到他一些目的啊。但是我想啊，你通過這種手段達到目的，這個恐怕很多人他不能答應啊。通過搞亂，對吧，來達到某些目的，這個。我估計很多人不能接受，哎，這個而且這過程也很殘忍。我希望啊，就是你要不同意，你不要留言，知道吧？為什麼呢？因為我這個人呢，我做節目是講我自己所想，我就這麼做的，對吧？你看我做自媒體5年了，我肯定沒有正經的單位，但是我社保在交啊，我就是以身作則，就是我這麼做的，所以我才這麼說。我不是像某些人，对吧？我自己交着社保，然後忽悠大家別交啊，你千萬不要交，交了你就吃虧了，對吧？我也不可能說，哎，我忽悠大家交，哎，大家一定要交，我自己不交，對吧？這叫言行合一啊。所以說我也不知道那麼多這個腦子有坑了，是吧？就這麼簡單的問題他想不明白，還什麼講什麼經濟道理啊？現在的錢值錢，以後錢不值錢了，一大堆的。你把全球所有的國家社保看一看啊。你就是俄羅斯打仗打到現在了，退休金還在發呀，他能不發嗎？打5年了，對吧？打到現在經濟都要快崩潰了，社保還在，這個養老保險還在發呀。還好多人他基本道理他都不懂，這傻逼玩意在那就是抬槓。你那個社保你交的你個人賬戶的錢是你自己的，個人賬戶的錢你退休你就能取，對吧？不是退休他就會給你發，按月給你发，发完了國家還給你发。那是個人賬戶的錢，如果你個人賬戶錢發完了，你還沒死，接着給你發。如果說你死了，那個個人賬戶錢還沒發完，那個也是你的，對吧？也給你的，誰有權繼承就給誰。個人賬戶的錢就是你個人的，
那就相當於一筆強制存款，但是它一筆存款多，對吧？你那個個人賬戶裡30萬，如果發完了，那後面就是國家給你發一樣的，還接着發。這些東西啊，我講的不一定準確，你自己去查一查，你只要稍微動點腦子什麼的啊，人工智能就問問查一查。你說國內的人工智能你不信，你查一查，基本呢查一查什麼國外的，看看怎麼說的。這缺心眼的，你除了抬槓，你媽的，真的嗎？我都氣壞了啊！這個還有好多傻逼還攻擊我說什麼？哎，你是上市公司，什麼年薪多少萬啊？是什麼賺這點錢5、6千？我也不知道他這數從哪兒來的，張口就能編。他這個腦子估計以前被他爸怼得他狠啊，怼傻了。還有人說什麼延遲退休？你看全球哪個國家？你自己搜一下，是不是都有這個現象啊？就是延遲退休這個現象，或者有這個傾向。你再看一看，對吧？這退休年齡，你这全球搜一下，对吧？這西方發達國家是多少歲退休？日本、韓國是多少歲退休，是吧？然後在印度是多少歲退休？看看比較一下不就完了嗎？然後法國，對吧？德國為了延遲退休，不也那職工也不滿意嗎？有很多傻逼以為我建議交社保是對我有什麼好處。我說過了，我只是啊，因為我就是這麼做的，所以我就這麼說。我不像有些人啊，對吧？你自己跑到國外去了，然後心繫祖國，關心祖國的一切。你都跑到國外去了，你還關心祖國幹啥呢？對吧？你關心祖國，你回來關心呢？不要唯恐天下不亂，對吧？我們希望是在不亂的前提下，对吧？要向前進步，邁向文明啊，這是對吧？我估計很多人都是這麼想的，而不是靠亂，什麼大亂大治。而且我身邊有很多人啊，都已經交完了補繳的啊，因為他以前年限達不到，就趁着這個政策一次補繳繳齊了，現在都是早就開始領退休金了。我再退一步說啊，我為什麼說很多人他不在國內呢？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國內啊。你只要是稍微正規一點的單位，那必須交。你不交，單位還不敢。只要稍微正規一點的啊，我說稍微正規一點的。然後那種啊，餐廳服務員，什麼有一些啊不怎麼正規的，還有靈活就業的，對吧？這些人他沒得交，很多人也不交。實際上是這些人比較吃虧。我說的是這些人，對吧？如果你條件可以，有錢一定要交。其他人不用說，因為單位就給你交了，你不交，單位還不敢不交，你知道吧？不交你一舉報他就完了，要罰得很重啊！你只要一舉報，你們單位如果跟你簽了合同，不給你交社保，你只要去舉報，他就完了，沒有任何狡辯的餘地。所以說，只要正經上班的肯定是交了的啊，沒有交的是那種自由靈活的，就是什麼自由職業者、靈活就業的這些人。但是這些人現在越來越多。我就是靈活就業者啊，我就交了，我還10幾年退休呢，把好心當驢肝肺，還上來就攻擊別人的，這傻逼玩意，誰求你來看是嗎？你愛看不看，對吧？如果你非要留言，你也嘴乾淨一點，客氣一點，尊重一點，對吧？你不客氣，我罵了你，然後說你怎麼素質這麼差，還罵人呢？罵你，對吧？見着你我還打你呢，你不跟狼子有什麼區別呢？是吧？你能弄別人，對吧？你對人不客氣，別人反口，对吧？給你來一下，你就受不了了。你要求別人都跟你一樣是吧？按照你的規範來。所以你如果人在牆內啊，千萬不要被別人忽悠。你要被別人忽悠了以後，後悔的是你自己。你在牆外的無所謂，對不對？你在你所在國，對吧？你以後退休你搞不清楚啊是怎麼回事，咱也管不着，我也不了解，對吧？如果你人在牆內，一定要交，不要到時候後悔。說到這兒有點跑題了啊，就是人跟人的這個想法啊，真是差別還非常大，這個腦回路不一樣，這簡單的事情想不明白，然後被別人一忽悠。總之啊，這是伊朗總統佩泽西奇扬和這個穆希塔巴2個人呢會面之後出現了一些變化。我在想啊，那就是佩泽西奇扬恐怕還是希望談判，然後解除制裁，是要跟美國對話，要解除制裁。這麼制裁下去他受不了，經濟要崩潰。強硬派你跟美國對抗，那人家特朗普現在不打了，怎麼弄？霍尔木茲海峽你就這樣，對吧？你愛開不開？強硬派他得不到好處啊，他沒有什麼好處可得啊。這就是佩泽西奇揚說的不戰不和，這種狀態怎麼堅持下去呢？特朗普現在就準備搞個不戰不和，對吧？我也不罵你，我就這麼着了，我就把你封鎖就完了。
然後加緊制裁。特朗普對霍爾木茲海峽協議展現耐心，這特朗普也是不得不展現耐心啊，因為他現在他也沒招，沒有更好的辦法，那他就往下拖吧。现在是以色列的態度啊，以色列媒體報道，美國與伊朗達成和平協議，並不意味着敵對狀態結束，以色列正在籌備針對伊朗的獨立軍事行動，也就是以色列啊要單獨給伊朗做手術，就這意思啊。以色列此前已對外公布，準備進一步打擊伊朗，以方對實施狂怒行動以及後續談判的結果感到不滿。以色列領導層認為，既定目標無疑達成。德黑蘭依舊保有大量導彈儲備，伊朗的導彈計劃未能受到遏制，鈾濃縮活動情況依舊不明，親伊朗武裝組織也正在開展活動，新一輪戰爭已近在咫尺，只要美國最終抽身退出衝突，戰爭就會打響。我們繼續關注吧，恐怕最近這幾天啊，美國和伊朗就是不戰不和，也不打，也不談判，就是冷處理。皇帝不急太監急啊，看看伊朗有什麼手段啊，能把油價給它搞起來。如果他沒有手段把油價搞起來，霍尔木茲海峽封鎖也沒用了。那現在他就指望着胡塞武裝那邊能不能把那個曼德海峽給它封死。但是一看胡塞武装啊，人家也不上當，人家說了，我只搞沙特，對吧？跟其他人無關，你其他的船該走走。而沙特說了，你不要搞我，对吧？我現在跟土耳其跟巴基斯坦咱們形成了鐵三角，小心一點，一個有核彈，一個有，對吧？一個是北約成員國，一個有錢，對吧？這個三人小組已經成立，所以說啊，這個中東的局勢啊，並不因為特朗普冷處理就真的能冷下來，對吧？我們可以進一步關注。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